又搁发生这食毒塞车的案件，这是拜一暗的时阵，伫中华园林的光明街，有民众呢是看到一台白色的轿车真奇怪，一个讲要报警查尔，这驾驶呢就随油门甲打落去弄头前的奥多摆，而且搁北去来弄后壁的车辆，了后人就安尼走去。警方伫今仔日透早已经抓到人，这毒品快态是阳性的反应，即马专案是照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。 画面中一台白色轿车先弄到头前的奥多摆，搁目库弄到后边的车，准备要驶走，行为看起来真奇怪。有热心的民众就惊发生危险，向前走动，停伫边仔一台货车的驾驶嘛，赶紧落车斗相共。这呢危险的代志就发生伫拜一暗时，中华园林的光明街，有民众发现一台白色轿车的驾驶青顶唔行，向前关心，结果这位驾驶看起来失神，怀疑伊哪像有食毒。然后民众准备要报警的时阵，轿车驾驶竟然无顾民众走动，吹油门直接驶走。我看到那台车那个驾驶精神恍惚，然后又打到车撞到后面的车，然后我心想，我是不是遇到毒驾了？就直接赶快下车，试图把他拉下来。影片中我有拦截，就拦截他，结果拦截到开他车门，要顺利拉他下来的时候没有拉住，结果被他硬踩油门，右转又被他逃脱了。警方接到报案，赶到现场，肇事的驾驶已经逃走。后来警察透过车牌掌握车主的身份，拜二透早伫婚林斗六抓到这位71年厝姓刘的嫌犯。警方锁定肇事驾驶身份，于今日9点25分，在云林县斗六市查获该肇事刘姓驾驶到案。经唾液快筛呈依托咪子毒品阳性反应，搜索查扣试用过的烟弹壳。警方表示，这位姓刘的嫌犯经过快筛有依托咪子的食毒反应，专案依照涉嫌公共危险罪、食毒洗车罪嫌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